歡迎嚟到第5日嘅喚醒女性能量課程。今日嘅課程，我會引導你哋去學習一個好簡單嘅靜心方式。我哋要喚醒我哋女性能量。首先，我哋必須要懂得點樣去聆聽自己嘅身體，聆聽自己內在嘅感覺，同埋聆聽自己嘅情緒。透過聆聽自己嘅內在，自己嘅身體，我哋先至可以能夠知道我哋真實係乜嘢，先可以能夠讓我哋嘅真實去引導我哋去做生命裏面嘅選擇。所以接住落嚟，我要引導嘅呢個靜心方式，你可以而家跟我一齊練習，或者到你之後有時間嘅時候，再抽時間出嚟練習。我好鼓勵你每一日去做10至15分鐘咁樣嘅靜心練習，然後跟住時間慢慢咁樣去將呢個靜心練習去拉長，可能去到半個鐘，甚至係45分鐘。我相信你如果時常去做呢個靜心練習，你肯定可以同你嘅內在、同你嘅身體、同你嘅情緒更加連接。你會更加聽得到你內在嘅聲音，而用呢一個嘅聲音去令你知道點樣去過生活。首先，我哋揾一個安靜嘅地方，等你唔會被打擾到嘅地方。你可以選擇坐喺地下上面，然後放一個氈，令到你嘅 pat 係坐得舒服，同埋你要注意你嘅 pat 要比你嘅膝頭哥要高啲，咁樣你嘅下背部先至唔會受到好大嘅壓力，亦都會坐得穩陣啲、舒服啲。你亦都可以選擇坐喺一張凳上面，但係你坐喺上面嘅時候，唔好讓你嘅身體挨住個凳 pan， 要讓自己坐直個人，同埋兩隻腳都要放喺地上面，膝頭哥呈90度，唔好將隻腳交叉。無論你係坐喺地下定係坐喺張凳上面，都要請你將你嘅坐骨往地下推，等你嘅脊椎長高，亦都讓你嘅膊頭往後，胸口挺出嚟，然後將眼睛眯埋佢，返到你嘅呼吸。我哋慢慢咁吸氣，再慢慢呼氣。而家你一路吸氣，一路呼氣，一邊將你嘅專注力拉返到去你嘅身體。每一下嘅吸氣，你都會將注意力拉返到身體，
每一下呼氣就好似降落傘要落到地面，令你有意識咁樣落到去你嘅身體裏面，令到你更加感覺到你嘅身體，更加感覺到你嘅存在。一吸一呼，去感覺你身體嘅感受。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去感受下身體唔同位置，亦都等我哋而家要越嚟越專心，越嚟越專注我哋身體裏面嘅感覺，對我哋嘅內在越嚟越敏感。首先，我哋關照而家腳踭、腳小腿嘅感覺。觀察嘅時候，我哋嘅頭腦都係保持輕鬆嘅，唔需要用力，輕鬆咁去觀察你嘅腳踭同埋小腿嘅感覺。可能你會覺得有啲吉吉地、麻麻地、痹痹地，又有時候會有輕微嘅小震動，或者又有時候會覺得痕痕地，或者你覺得左邊同右邊嘅感覺唔一樣。請你好平靜咁樣去觀察，亦都要接受任何你觀察到嘅嘢。然後我哋將注意力向上移到去大髀嘅位置，再移到去盤骨嘅位置。你一路都係好輕鬆，好放鬆，保持住好輕鬆嘅呼吸。我哋雖然係專注，但係我哋嘅腦袋係唔需要用力㗎。然後再將你嘅專注力放到去你嘅腹部，從腹部嘅下方慢慢掃描上去腹部嘅上方，繼續好輕鬆咁樣關照成個腹部嘅感覺。感受一下你肚裏面嘅感覺，然後我哋再將注意力去到我哋心口，再去到你嘅膊頭。感受下呢一個區域嘅感覺，繼續保持緩慢嘅呼吸，好輕鬆咁樣關照住呢一個區域，然後再將注意力去到你兩邊嘅手臂，一路落到前臂，
再去到手掌、手背，或者你會感覺到氣嘅流動。所有你感覺到嘅嘢都冇對或者錯㗎，我哋用一個接受慈悲嘅態度去對待任何你感覺到嘅感覺。然後我哋將注意力移到去我哋嘅背部，我哋從背脊嘅下方一直掃描上去到背脊嘅中間位置，再到背脊嘅上方，觀察一下你背脊嘅感覺，會唔會邊一度覺得有酸痛呢？你唔需要俾任何嘅反應，只需要用一個接受嘅態度去對待任何你察覺到嘅感覺。而家再將你嘅專注力移到去你嘅頸，再伸展到去你嘅頭部，同埋你塊面，每一個部分慢慢去到覺察，去到感覺，繼續保持好輕鬆嘅呼吸。你會發現你嘅心越嚟越靜，同埋你會覺察到有啲感覺係越嚟越明顯。而家我哋嘅掃描會由頭開始，慢慢向下掃描，一路掃到去我哋嘅頸，然後再掃描到我哋成個背脊，由上背掃描到去中間，再到下背，跟住再掃描我哋兩邊嘅手掌、手背，再到我哋嘅手臂，跟住再去到膊頭，然後到我哋心口。你唔需要特別去控制你嘅呼吸。有時候，當我哋嘅心好靜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好似冇呼吸一樣。不過你唔需要緊張，我哋嘅身體係會好自然咁樣進行呼吸嘅。然後再將注意力去到我哋嘅腹部，感覺我哋嘅上腹、中腹到下腹，再移動到去我哋嘅盤骨，感受整個盤骨嘅前面、後面。然後再將我哋注意力去到我哋嘅大髀，再落到去膝頭哥、小腿，感覺你嘅感受。
然後再慢慢去到你嘅腳踭位置，一步一步慢慢去關照你身體嘅感覺。你而家感覺一下身體入邊有冇一啲地方係比較敏感呢？亦都感覺下而家你嘅平靜程度係唔係比剛才更加靜心呢？如果你想繼續做呢個靜心練習，鼓勵你可以繼續做落去，亦都請大家每一日最少要做一次咁樣嘅身體掃描靜心練習。大家可以聽住個錄音，每一日去練一次，讓自己開始慢慢咁樣同身體嘅內在連結。當你願意咁樣慢落嚟，願意返到去你自己內在，你先至能夠越容易去得到內在話畀你嘅聲音，越嚟越容易聽到你內在嘅聲音，越嚟越容易同你內在嘅智慧去連結。當你覺得今日嘅練習足夠啦，你可以好好咁樣先感謝自己，感謝自己呢願意撥出時間去同自己做連接，感謝自己願意抽出時間去返到自己內在，感謝自己願意去培養更加親密嘅關係。當你陣間眼睛擘大之後，睇下可唔可以繼續保持住一啲專注力喺你嘅身體裏面，就好似做緊靜心練習嘅時候，我哋一直觀察住身體嘅感覺。無論之後你會做啲乜嘢，要去邊度，同邊個一齊，我希望你都能夠保持住一啲嘅專注力，留意一下你嘅身體裏面有咩感覺，亦都鼓勵你做完呢啲嘅練習，可以花啲時間寫低你嘅體驗。咁今日我哋嘅練習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繼續啦。